台湾皇冠假日酒店迎接开业6周年的节气，借重中英大学的研发技术，打造第一馆以酒店为品牌美誉。24号，酒店总经理林心怡甲中英大学副校长孙慧明代表双方团队正式签署3项合作，希望伫人才交流甲产品开发顶面来创造双赢。同时，会中嘛将这款双方合作所诞生上有代表性的美誉正式上市。那促进产学之间的这个更深度的合作。那其实在此之外，除了提高服务品质，我们更想要做到的是扩大学生实习跟就业的机会，然后推动我们这个产业的发展。这一次跟我们大圆饭店合作，就是一起用这个丰收 IPA 这支啤酒，那喝起来它有一点点热带的这种水果的风味的这样的一个口感，而且是有啤酒花多层次的这种那个香味。这款美露特殊的风味以及添加水溶性膳食纤维优势，除了拍算进军国际参赛，以馆内设计用于检视、古堡以及兰花等台南安平的历史文化甲生态产业，更是相当吸引人，成为行销安平代表性的作品之一。它是把安平或者是台南的一些元素放在里头，比如说安平古堡，比如说它的筷子是安平是一个台南是一个美食之都，然后呢也把安平湖还有把安平的夕照夕阳也都放在这个图腾上面，希望来呈现台南跟安平一个最好的一个元素，然后未来也希望它成为一个伴手礼。结合学校的研发技术甲酒店的品牌精神，号名丰收的美誉，嘛要邀请民众来试滋味，同时借此分享安平的水。台南新闻军集采访报道。